要鼓励生囝，嘛爱创造友善的环境。这是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对110年开始就协助有心登去做地勤的空服员，向中央航空去争取保留这部津贴的诉讼。即马桃园地方法院是判劳工胜诉，所以中央航空爱进行予劳工才会成事。空服员有薪期间袂使乘飞机执勤，爱转任地面工作。中央航空较早对转任空服员扣减空服员的职务津贴，内政部同意减薪，会当留一停薪。虽然110年开始，中央无搁扣减职务津贴，不过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认为，应该对较早的做法提起诉讼。桃园市地方法院进行判决，中央应该行人薪水。劳检跟判决都已经指出，长航空扣减怀孕空服员的薪水这件事情是违法的。那我们当然呼吁长航空日后不要再做这个违法的行为，应该要配合国家的政策，尽到他的社会责任。判决内容讲，女性员工有薪期间申请改调较轻松工作的时阵，雇主袂使减少伊原任职务工资，互有薪的空服员被逼伫同意减薪甲留停无收入做选择。工会分析，因为中营空服员薪水结构职务津贴是空服人员固定薪水，甲同业无共，若做转调就会致使大幅度降薪，毋再产生这种劳资纠纷。现在要抗争的部分的话，多半是因为我们空服员如果到地勤之后，我们的 title pay 会被取消，所以这一次能够争取到就是 title pay 可以回来给我们，算是对空服人员的职务上面有另外一种补偿。对于法院的判决，中央航空无做回应。另外一方面，当地进行罢工投票的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批评中央航空干扰罢工行动。工会是讲，中央伫七八发内部批，询问飞行员伫罢工期间敢愿意支援公司的飞行勤务，不过问卷敢若一个同意的选项，根本是要求飞行员实名表明有构成不当劳动行为的疑虑。工会有可能采取法律行动。记者综合报道。